歡迎翻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一段時間，你見到加密貨幣咁興盛呢，可能你都有諗過投資佢。但係當你見到 Ethereum 同 Bitcoin 跌咗咁多呢，你又可能會諗，到底呢，其實佢哋係咪即將迎嚟末日？又或者話呢一輪牛市呢，係咪真正要結束？咁所以呢，今日呢，就希望同你探討一下呢，加密貨幣未來呢幾個月以至到幾年嘅一啲展望。咁希望呢，可以令到你呢更加有效咁去判斷呢，到底你應唔應該喺當下呢刻買加密貨幣？又或者話呢，買完之後呢，你又要期望有啲乜嘢嘅回報？咁首先呢，我認為呢，如果要講加密貨幣嘅話呢，我哋必須要用呢3個唔同嘅框架呢咁去看待嘅。咁首先呢，第一個框架呢，咁可能我哋諗緊嘅就係未來嗰3-4個月，講緊去到2026年 Q1 嘅。咁呢，如果以而家呢個情況嚟睇呢，咁我哋會見到其實 Ethereum 呢，佢個基本面依然都好好嘅。你睇嗰個鏈上嘅交易量不斷上升緊啦，穩定幣嘅體量不斷變大緊啦，呢幾樣嘢呢，其實都反映住呢，喺應用層面上呢，其實加密貨幣呢，依然都係處喺一個十分之有利嘅環境度嘅。咁但係當然可能你會話，見到而家 Bitcoin Ethereum 兩個分別跌到9萬同埋3000蚊呢，咁可能你都會認為呢，如果而家呢一刻入呢，可能就係正式呢，係熊市啱啱開始嘅時候進場。咁但係我自己個立場就傾向於覺得呢，當我哋考慮咗啱啱講嗰啲加密貨幣嘅應用上面嘅一啲基本面數據，然之後再去睇呢，其實而家成個大市場嘅經濟數據嘅話呢，咁我都會傾向於認為其實 Bitcoin Ethereum 呢，有一個唔細嘅可能性呢，可以喺2026年 Q1，即係講緊未來呢幾個月呢，可以分別可能去到13萬同6000蚊嗰個水準。咁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呢，其實首先停止縮表同埋12月再減息嘅可能性呢，都令到呢市場上面嘅流動性呢係會更加多嘅短期之內。咁第二樣嘢就我哋會見到呢，其實無論係講緊比特幣儲備法案通過，或者係呢一啲退休金或者 ETF 嘅資金流入呢，都有機會呢可以引入更多嘅流動性呢去加密貨幣呢一個板塊入面嘅。咁而第三樣嘢就係呢，我哋都會見到其實穩定幣係持續成長，咁未來呢都會有更多嘅資金呢可以進入呢個板塊度呢作為價值儲存嘅，即係唔一定話你賣完 Bitcoin Ethereum 呢就必須要拎翻去做法定貨幣，你係可以呢好輕鬆咁透過一啲呢真係高質量嘅穩定幣呢咁去儲存價值，即係喺未來可預期地呢鏈上嘅資產嘅規模呢係只會變得越嚟越大，而唔會不斷萎縮。咁而第四個原因呢，就我哋都會見到有好多呢 Web3 嘅主要機構呢都有機會喺2026年 Q1 或之前發幣，即係講緊係 C 啦、Base 啦呢一堆呢，其實佢哋都有機會係會喺未來呢4個月入面發幣，令到 Ethereum 呢條鏈上面呢會有更多嘅流動性出現。咁而第5個原因就係呢，我哋都會見到呢，其實資金呢係有機會喺股市嘅其他板塊度，即係講緊例如科技股同埋 AI 嘅概念股嗰度呢，輪動去一啲市值較低嘅一個加密貨幣產業度。咁但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前設條件，就係我哋講緊呢，如果市場唔崩盤，如果經濟數據冇顯著變差，咁我都傾向於認為呢，其實成個股市嘅牛市尾段呢，係有好大機會係透過一啲估值相對較低、上行空間比較大嘅一啲投機資產去結束嘅。咁所以你話喺最後呢個尾段，假設喺未來嗰4-5個月內發生嘅話呢，咁我都覺得其實加密貨幣係處喺一個非常之有利嘅地位度，無論係講緊啲應用層面啦，或者講緊成個經濟嘅一啲數據嘅變化都好呢，我都覺得呢，其實佢仲係有機會可以走出行情嘅。咁當然你話個概率係咪100% 呢？就絕對唔係嘅。我諗你可以當佢呢有6至8成機會呢係可以走出行情。咁而呢，如果佢真係有幸可以行得出呢一個尾段行情嘅話呢，咁就有機會可以挑戰到新高，令到大家呢喺當下呢個價位度介入呢，都會得到一個可能講緊5成至1倍甚至乎更多嘅回報。咁講完第一個短線框架之後呢，咁下一步呢，我哋就要講下一個中線嘅框架。咁佢講緊嘅嘢就係大約係2026年嘅 Q2 去到呢2027年尾呢嗰啲咁嘅時間，即係講緊未來嘅5至24個月左右。咁當我哋呢睇一個中線嘅框架嘅時候呢，我認為有一個極之大嘅機會，你會見到無論係 Bitcoin 或者 Ethereum 都好呢，佢哋應該都係會分別跌到落去可能5萬蚊同埋1500蚊樓下嘅。咁原因係因為啲乜呢？即係可能你會諗，啱啱講完咁多利好嘅因素，咁點解無啦啦可以急轉直下咁變成一個咁壞嘅一個處境呢？咁原因其實十分之簡單，就係因為呢，其實當下呢刻呢 Ethereum 同 Bitcoin 呢類嘅加密貨幣呢，並唔可以好似黃金咁呢作為一個避險資產去存在嘅。即係當下呢刻你會見到其實佢哋兩者呢同股市嗰個相關度呢
依然都係維持住一個高度正相關嘅狀態，甚至乎咧可以話係一個槓桿嘅形式咁去存在嘅。咁講緊嘅就係如果股市跌1嘅話咧，佢係會跌1.5至2添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股市喺未來嗰1-2年咧有機會面臨一個 AI 泡沫爆破嘅風險、經濟下行嘅風險、高估值回調嘅風險嘅時候咧，咁其實 Bitcoin 同 Ethereum 咧，或者話所有加密貨幣咧，基本上都冇可能可以獨善其身嘅。即係股市崩盤嘅話咧，佢一定會跟住調整，而且調整嘅幅度咧，最低限度都係講緊60%以上嘅。咁但係最後你話會唔會去到8-9成咁嚴重咧？咁我認為就唔會嘅。咁因為始終都有一啲基本嘅資金、ETF 嘅資金、機構嘅資金咧，去支持住佢個底價。咁但係咧60%以上咧嘅概率係非常非常之高。咁而咧當你見到主要加密貨幣都可以跌到5-6成嘅時候咧，咁好明顯地成個加密貨幣市場嘅流動性咧就會因為呢一種恐慌咧蔓延而緊縮。跟住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大部分嘅資金咧會流走咧，轉去一啲可能穩定幣，甚至乎去轉翻做一啲短債黃金嘅資產上面。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流動性會大幅緊縮，而且咧因為咧嗰個價錢不斷跌咧，都會令到大量嘅槓桿倉位咧一啲合約咧都爆晒，進一步咧引發咧佢嗰個價錢再暴跌。咁而當呢件事發生嘅話咧，你會見到個問題就係其實好多加密貨幣嘅儲備公司咧都會因為呢一個幣價大跌咧而面臨一個非常之大嘅危機，有機會咧令到佢啲資產都要清算，或者係陷入一個非常之險峻嘅一個財務危機入面。咁所以呢啲原因呢，通通咧都會令到咧，其實未來1-2年嘅加密貨幣咧，如無意外都係會處喺寒冬同埋一個相對咧比較困難嘅環境度。咁但係咧，如果你可以捱得過咧未來嗰2年嘅話咧，咁咧我哋就要進入第3個框架去睇，咁就係講緊未來嗰3至5年，甚至乎更長遠嘅時間，即係講緊就係2028年之後。咁如果你話當我哋放眼去到3年以上嘅話咧，咁成個板塊咧亦都會有一個根本性嘅質變嘅。咁我認為咧，其實你話當我哋去到3年或以上咁去睇嘅話咧，咁 Bitcoin 同 Ethereum 咧有非常之大嘅機會咧係會早過成個股市反彈嘅。咁而且佢有機會係下輪嘅牛市，即係講緊28年至30年中間嗰啲時間咧，佢會分別可能去到30萬同15,000蚊樓上。咁嘅原因咧唔單止係講緊一個價格趨勢嘅變化，唔單止係講緊話佢單純係下一輪牛市，而係講緊咧其實我哋可以期望咧成個加密貨幣喺未來嗰幾年度咧有非常之多嘅實際應用落地咧，從而咧透過咧一啲提升效率同減低成本嘅一啲途徑咧，去創造更多嘅價值。咁可能你都會諗，咁佢點樣可以創造到唔同嘅價值呢？咁首先呢，我覺得咧一樣最緊要嘅嘢就係咧，其實我哋可以期望就係加密貨幣呢一樣嘢咧，可以大規模咁減少交易磨損成本，同埋顯著咧咁嘅提升咧一啲唔同資產嘅交易效率嘅，咁令到成個支付系統咧都有一個根本上嘅質變。咁講緊係咩意思呢？就係如果我哋而家呢刻咧要喺唔同國家之間匯款，我哋最快咧都要1-2日先完成到呢個工作呢個程序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當我哋可以應用加密貨幣去做嘅話呢，咁基本上其實你可以喺幾十秒之內呢，就已經完成咗係點對點之間嘅交易。咁呢一件事呢，絕對係可以大規模咁去提升到一個資產嘅交易效率嘅。咁而第二樣嘢最緊要嘅就係隨住 Ethereum 不斷升級，或者話一啲唔同嘅 Layer 2嘅一啲鏈上應用嘅發展呢，你都會見到其實交易成本係壓得越嚟越低。即係佢由以前可能你 gas fee 高嘅時候要幾百蚊，去到而家可能呢正常情況應用呢，其實你只係0.00幾呢，咁就已經可以完成到一單交易。咁所以講緊嗰個手續費呢，基本上係真係講緊1-2蚊美金，甚至乎更低呢，都已經完成得到。咁所以呢一件事呢，亦都可以呢令我哋合理咁嘅預期呢，喺未來嗰幾年呢，將會見到呢金融代幣化，即係講緊一啲證券、房地產、實體資產嘅代幣化，同埋一啲唔同嘅一啲收藏類嘅資產嘅代幣化呢，即係譬如講緊一啲遊戲 item 啦、機票啦、會員資格啦呢一類型嘅嘢呢，都有機會呢可以有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應用。咁當我哋見到呢呢兩樣嘢大規模落地嘅話呢，咁其實呢未來呢，我哋都可以期望會見到呢有更多鏈上嘅一啲交易量啦，更多嘅一啲網絡費用嘅成長啦，同埋都會見到呢其實有越嚟越多嘅一啲生活上嘅交易呢係會依賴加密貨幣去完成嘅。咁當我哋見到一個咁嘅變化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可以合理咁去期望呢佢未來創造到嘅價值會越嚟越多，佢嘅成長會越嚟越快。咁我哋所以呢，其實都可以合理咁嘅預期呢，隨住呢加密貨幣嗰啲創新不斷大規模落地呢，都會有越嚟越多嘅一啲政府機構同埋銀行將加密貨幣納入佢哋嘅一啲儲備度啦。會見到其實退休金同埋 ETF 呢對加密貨幣投資嘅接受度會提升，所以有越嚟越多嘅資金去支撐佢嘅價值啦。然之後呢都會見到呢，因為佢認受性越嚟越大呢，所以有非常之多嘅公司或者非常之多嘅可能網站呢都會接受加密貨幣去購買一啲資產啦，俾一啲費用啦，甚至乎美國其實呢會容許你用一個 Bitcoin 去繳稅
累添嘅第時。咁所以呢啲亦都係點解呢？當佢可以持續咁去節省成本、提高效率、創造價值，而且呢令到佢嘅認受性變得更加大，吸納更大嘅資金嘅時候呢，咁我覺得係長遠嚟講呢，佢必然會係一個呢持續成長，而且會變得一個規模十分之龐大嘅一個體系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當你用到3年甚至乎更長遠嘅框架去睇嘅話呢，咁我認為呢，到時候你將會見到呢，其實成個加密貨幣呢，有非常之大嘅機會係會遠遠比今日更加高嘅。咁所以其實講咗咁多嘢呢，我哋翻去個起點度就係，如果呢你用一個短線嘅框架去進行投機嘅話呢，咁我認為呢，其實你係好應該喺2026年 Q1，即係講緊未來呢幾個月入面呢，分批清倉晒所有倉位，因為個原因就係你可以合理咁嘅預期，就係喺未來嗰1-2年呢，有非常之大機會見到所有加密貨幣都暴跌6至8成，甚至乎更多嘅。咁但係相反，如果咧你話你手頭上面冇倉位嘅話呢，你可以選擇咧攞少部分嘅資金去投機未來嗰幾個月嘅行情。咁無論佢有冇行情都好啦，喺2026年 Q1 或之前清晒倉佢嘅，咁其實對你嚟講個損失唔會好大，因為佢短期嘅行空間有限，但係佢上行嗰個報酬呢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你賭贏咗嘅話呢，咁你嘅回報都唔會太差。咁但係當然，無論你想唔想做一個短線投機都好啦，其實我都傾向於認為呢，你應該係未來嗰1-2年，當成個加密貨幣板塊非常之低迷 ，Bitcoin、Ethereum 跌到一個相對非常之低嘅位置嘅時候呢，都用一小部分嘅資金呢去介入同埋佈局，做你一個永久嘅倉位。咁樣嘅話呢，你就要期待呢，喺5年之後呢，成筆加密貨幣嘅投資呢就會得到一個非常之顯著嘅增長。咁如果你話你唔中意投機嘅，你中意做長線投資嘅話，都可以考慮下加入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星期日呢，都會分析下自己對市場嘅一啲觀點啦、睇法啦，同埋當下我觀察緊呢，覺得相對受低估嘅機會，咁我認為都可以提升到呢你長線嘅投資績效嘅。咁而我都相信呢，如果呢你話加密貨幣嘅技術可以不斷節省成本同埋提高效率嘅話呢，咁最終佢都會因為呢可以不斷創造更多嘅價值呢，而令到成個體系都變得更加有價值嘅。咁希望呢今日講嘅嘢呢，可以令到你對加密貨幣嘅發展有更深嘅認識，亦都可以呢令到你做到判斷，到底當下呢刻應唔應該去佈局相關嘅一啲加密貨幣。咁我哋下次再喺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